人讲好无十全，歹无加能，有一好就一歹，绝无两好来相排。有人讲这警察单位若准伫咧徛街附近比较会较安全，敢真正是安尼生呢？来看这台南市警察局拍算要伫咧交通大队西边的一块空地啊，去一栋室内多功能靶场含综合体机馆。这消息一出来，煞引起居民的议论。有人惊讲安全的记录也搁有这噪音的问题。警察局是讲因会符合法令来甲这厝起来。 安全方面也有完整的配套，噪音的问题因也会解决。歹人拿手提武器要攻击，警察随提醒起来封闭，这是平常时警察咧模拟弹情的情景。每一个员警逐个月就要有8点钟的特殊训练来维持因的机能。即阵南市警察局按算伫咧交通大队西边广场，要去一栋室内多功能靶场甲综合体机馆，也毋过煞引起地方民众无共看法。有人烦恼敢有危险性，嘛有人惊到是有噪音。若无影响到阮是无差啦，莫有迄个噪音的问题啦。 因为阮遮是迄个拢主体区，但是做的人较少，拢全反对。所有一寡迄落总移过来伫南区啊，伊用讲火葬场要用也无法度，伊都无法度做啊。伊即摆规个一寡迄落南区拢无发展到，伊怎就拢要发展对靶场。训练的东西就是要甲咱同事伫外口可能发生的状况来做一个结合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是训练要跟实务上来做结合。 因为警察因当前训练，爱克服天气甲场地等问题。警察局102年向经政署提案兴建计划，高达总算争取的经费5亿6900多万。针对里面烦恼的噪音问题，警察局回应，训练中心这块地是机关用地，是第3类噪音的管制区，建地规划是55分贝以下。那安全方面，因公路完善的配套措施。 建制方式是四面都是墙壁，除了出入口的地方有防爆门，有一个防弹玻璃的建制外，还会设置钢板、设置胶帘、设置胶砖，没有跑出室外的风险哦。新的这栋多功能训练中心，按算要116年才通完工。警察局表示，应完全符合相关法令的规定来建设，卖办公听会，要参地方居民持续沟通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